我们就来欣赏这个莉亚演唱的《闪亮之星》。好，那第一句话怎么说呢？叮当被打死，叮当被打死。OK， 好，我们就掌声欢迎。好，谢谢，大家好，谢谢。闪亮之星。 闪
不俗啊！哎，那印尼的这一位莉亚，是不是今年印尼歌唱组的这个歌后呢？也请各位8月15号的时候一定记得要来啊！就是在8月15号的上午1点半的时候，在台北市政府3楼的多功能集会堂有这一项台北县第3届的外劳星光帮歌唱的比赛活动。